乔治华盛顿大学艾洛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肖恩·罗伯兹在一篇文章中说，北京政府已呼吁塔利班尽最大努力确保阿富汗境内没有维吾尔人对中国构成威胁。罗伯茨教授强调，中国是1990年代为数不多的与塔利班有联系的国家之一。美国总统乔拜登、朝鲜事务特使金星荣周一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对平壤没有敌意，对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举行会晤均持开放态度。金星荣于周六抵达首尔，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俄罗斯新闻社周一引述俄驻德黑兰大使报道称，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将在2021年底至2022年初在波斯湾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报道引述大使的话称，这次演习将侧重运输安全和打击海盗，3个国家都将派出军舰参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正式批准 BioNTech 辉瑞新冠疫苗。自去年12月以来，由于迫切需要疫苗抗击新冠疫情， BioNTech 辉瑞需要接种2剂的疫苗，一直依据紧急使用批准进行接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报告说，他拘留了1名乌克兰公民，理由是收集有关俄罗斯武器的信息。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说法，1名乌克兰公民在俄罗斯突拉市在收集有关现代武器模型的信息时被当场抓获。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娱乐场所区发生武装袭击，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在同一地区，8月7日，武装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伊德·哈迪布扎德表示，伊朗正密切关注阿富汗最新事态发展，并与各方保持接触，但现阶段不会正式承认塔利班。